吼，咱定定讲吼，迄个画符啊是道长的迄个工课啦，是咪咱请教到咱林老师啊？讲到这张符啊，这是一般咱较标准的符啊，迄个结构吼。呀，咱呢像一张符啊，伊通常伊的结构的形态会有出现什么款的问题啊？咱一般咧讲符啊吼，一般咱讲符头啦，有一个符大嘛吼。一般像这张叫做天师镇宅符，咱定定伫道法利门吼，做石的时阵拢会用到这张符啊，要互因上灯去顶替，吼，甲做石差不多做到同尾一工吼，有一个做铁符，这个物件吼，算正式的科仪，科仪就是这张符最重要的，这一般是头人会摕回去的。哦，对啊。所以是咪咱一般人讲做石做出来了后，头人会摕一张天书符回去？等于安放就是这。哦，所以就这，所以唔是画一个张天书的形体迄款天书。哦，嗰一种是用符啊板，符板，嗰种是用符板印好的，迄是另外一种。哦，这种爱画啊，这种人爱画，这复杂，这复杂。哦，所以迄个先画起来是。哦，这个先画起来。啊，既然咱道长今日来到现场，是咪咱请道长甲咱贴一张符？啊，这张符送我好不好？好啊，啊，保平安的，互我大发财款的。我画一个保身符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有一张啊吼净化的符量。好。哦，因为当你嘛主持人哦，加你嘛讲啊去世界吼去行行的，还是讲探病探伤，啊，就要用净符。真正的，这张就是保身符。啊吼，这形体这嘛阮家人独有的啦。哦，独有就讲别人画有人讲画拢哦，这雷字头的符头，啊有的是三千头，啊我这个像虾头。虾头，我讲像这一尾虾有无？虾的头甲我讲，有人讲啊这虾符，我雷神坛。比较独有的，啊，就铁亮啦，啊，保命护身啦，保命护身，啊，就福大，安尼，这张就是，人讲咱有去探伤探病，惊讲个家己吼，这厄运拖来咱的身躯，啊，咱转来时就紧净化，啊，就用阴阳水，啊，七粒米，啊，麻草三香，啊，这个盐。少许，啊，就个点落啊搅拌一下，啊，从天灵盖这样擦拭到肚脐安尼，较只偏啊这个范围了啊，哦，啊那个最个多回盆的，安就是净化符啊，系啊。但一般咱看到这个符灵拢有一个这三个拍勾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哈？迄是三清道祖，系啊，拍迄个玉清、上清、太清。原来是安尼。啊，讲玉清、三清道祖啊，红。哦，铁灵玉皇上帝嘛，吼，啊天书火灵，吼，啊过来就是这个八卦，啊有些红丁明，迄嘛是三清的会号，哦，这三个，系啊，红丁明这个，安尼，对，啊元兴礼经，刚元就是哦一元复始嘛，啊兴哦就是哦，比如讲生意亨通啦，像吼啊那利，啊就是哦。人家讲地利，地在地利，啊真，我刚刚讲的降真祥的意思嘛，然后就八卦五行八卦都在里面。我到讲做酒嘛是同款，但到你讲哦做酒，但到咱教授讲，还有这张八卦符哦，天师镇宅八卦符，好啊，就爱送个救助，嘛不一定讲送个头人啦，你来摸个大道的，出个济钱的，伊就拢有啊。哦。哎，就甲咱讲，比如讲来，比如讲哦，五雷神呐，雷公电庙，方便巫师，吼，六丁六驾神，吼，啊，过来就讲这个吼，阖家平安，还是讲哦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啊，这种是迄讲顶年哦，总统有来我雷神坛，哎，亲身用签名的。啊，吼啊来送互伊啦，当然符是咱画啦，伊来签名呢。哦，对啊。你伫咧拄啊贴符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你心肝头敢有爱念啥？大部分符令啊画好，阮心爱画好啦，无可能吼哪画哪念啊。无都一心两用。迄拢是道士家己讲的。伊是吼，一定要为了好的时买别家，啊，咱就心来默念，然后做三不三龙，做心理，做化做十道化百道百道，千道化万道，道道有灵，道道有通。吼，啊，了有较功夫，就加一个好符，好运，福大落去，啊，无就是念诵安尼啊。啊，讲真呢，有当吼一个大月落啊，咱今晚教授伊嘛有一个道单。伊嘛捌做过道士，我捌做过道长。
啊，即嘛是教授，相信啦，因兜的人来借解嘛是真闹热的，伊个大概个呼打呼铃哦，做袂出来了，就是咱拢用念的，啊，就当默念者安尼念落啊，无个打呼打，你个手印哦会袂糊啦，一天的时间无遐长啊，你讲这个还个呼打安尼就你逐工。你就拢别个工作拢免做啊，啊，你就有法画较煞，啊，先来默念，大多讲者，再注意一下安尼。对，因安尼我所爱请教吼，这迄个壶啊，这画这个过程当中吼，伊这个壶啊迄个形体敢有固定，或者讲伊会当有变化？其实你讲要变化时，伊一定吼爱有一个，刚刚像咱讲的吼，这个天师八卦吼，镇宅符，一定要有一个主体拢伫的。啊，你边的时候你要参啥？会使参。哦，像我即马安尼，我边我无要咱总统签字的时候，我会使吼这边吼，我会使去天字啊。哦。啊，这边嘛使天字啊。啊，比如我要天我像南北斗字啊嘛，我会使用写字的。哦，南斗六书天福寿，北斗七元祝长生。啊，你求财就字个天落，咱人个。是心理作用，哇！那这张符啊，招财进步呢，伊就心上欢喜啊。这个意思应该是伊结构吼无变，无变。啊，不过可能这个所在伊是求国运昌隆嘛，爱讲招财进宝，就是这个所在。就是讲这张符啊，主要用途要写会使变，不过迄个结构画边，我就叫元神光彩，龙马夫妻。哎呀。